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亚珊，欢迎收看8月18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和平志工团自发性组成的和兴社区服务队，为了庆祝属于阿公阿嬷的节日，特别准备济的桌游，除了陪伴长者度过一个欢乐的时光，也借着桌游，互因动脑思考，避免脑部退化。这些长者聚集伫咧和兴里活动中心，大家做伙。真欢喜进行一种无同款的桌游，有的算抓牌游戏，有的进行机动的对战，也有亲像企鹅敲冰块等等古锥的小游戏。由着和平志工团所组成的和兴社区服务队，来教导长者也是少年人即马上界流行的桌游，一方面感受青春活力，另外一方面也互长者动脑筋，借由思考，避免脑部退化。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东区的复兴里的活动中心，然后今天的复兴里的长辈们也都玩得非常的开心。那志工中心这边希望说，透过我们老少咸宜的桌上游戏，可以延缓我们社区长者的一个脑部的退化，然后希望透过手脑并用的方式，带给我们社区长辈一个快乐的祖父母节。咱的青年志工啦，来带动着阮社区，互阮社区的一寡长者会当出来遮玩桌游，伊嘛会带来当时会甲阮斗扫涂骹啦，整理环境嘛会来向阮去陪伴着阮社区陪伴着阮的志工去做一个访视长者啦嘛会来陪长者来增加搁来耍一个皮卡丘，所以我足感谢阮的青年志工啦一路的陪伴啦互我会当伫即个社区呢搁较济即个业绩所以讲因今仔日呢是庆祝即个祖父母节来互即个长者出来动动脑、动动手。借由安尼聚集做伙耍游戏的活动，长期从事在地关怀康回复兴社区服务团也呼吁大家爱重视祖父母节，用实际行动关心厝内底长者，替阿公阿嬷留下较济欢乐的回忆。咱的新闻网站采访报道。今年台南市的好人好事有12位代表，将伫9月23号正式表扬。同时，阁要推荐当中3位来代表台南，争取全国8得奖的荣誉。当中有长远以关怀超过1500摆，建立新道理志工助人，甚至无私贡献台湾历史文物等等的事迹，备受肯定。白毛规特定的关怀礼品甲奖奖，拢是对民国70年就开始关怀吴长远伊部分的收藏利益。根据统计，伊到民国1806年4月19号，已经有1500处，已经希望继续关到70岁未当过关的年龄。对来讲，用关怀来助人，甚至对89年开始投入志工行列。刚到一本受肯定应邀，嘛互伊今年获选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同时被推荐为全国8得奖的候选人。咱都得到全国好人好事，今仔真欢喜。大家呼吁咱这的善心人士，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这社会贡献，互人认为咱是好人好事，会当的孙尔，互人公认，咱就足欢喜啊。上直接的就是关怀，关怀记大功，就是800年，我就拟定为条件啦。到目前，你若有加减做。吴长远以剃头赛会身份对咱关怀捐出金牌。其实26年前，当时关怀观念甲风气拢也未开的年代，伊就已经捐超过300处，得到总统李登辉召见，成为台南之光。为着要证明讲，互看讲你是真正。是理发师，毋是软脚的，佫会当对社会有贡献、有贡献。小可是成就，我办1000厝，结果落到1000厝的时候，身体还佫真好啊。70年就开始捐到即摆已经36档啊。我那算老前辈啊。即摆已经民风开放，开放以后，人家认同，现在1000厝都已经不稀罕了。古早到即摆，若捐到1500盖就。足起了啊！
哦，目前嘛位还阁未当关呢，即马关到这1500处，今年甲发的，所以我足满足啊。热心助人的吴长远用关怀之光写下人生骄傲之夜，更重要是希望唤起更较侪后辈继续努力关怀做爱心。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店市总共有69处工业区，当中较老旧的就超过2成，而且因为公共设施不足、排水不良、路面破损等问题，除了互进驻厂商受影响。嘛降低新厂商的投资意愿，不过县市合并以后，南市政府积极更新，到达已经改善了15处工业区，成功起258间厂商进驻，带动将近4000个就业机会，同时嘛持续开发新工业区，来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夕阳车流为一天的开始上紧发条。台南物产丰饶，工业兴盛，光是工业区就有69座，但当中有60%都属于老旧工业区。因为是私人的工业区，然后厂商是陆陆续续的进驻嘛，在管理上或者公共设施，由于都是没有很健全啊。宝安工业区是台南第一座私人开发工业区，位处交通便利，但是早期开发缺乏管理，加上公设不足，尤其这里地势低洼，只要好大雨就淹水。排水问题是这边最大的致命伤啊，厂商。要投资也不是，不投资也不是啊，因为一年来对就是淹了3、4次的水灾。老旧工业区大多面临排水不良、路面破损，加上公设未开辟，这些因素也影响厂商营运，也降低新厂进驻意愿。目前台南市的这个加起来总共有60几个工业区哈，那其实很多就是早期公共设施没有开发，或是公共设施不足的部分的老旧工业区，其实也不少哈。那市长上任以后，其实会就是希望我们针对传统老旧的这些工业区能够来做一些更新哈。根据统计，台南市工业年产值达19691亿，其中老旧工业区占了25%。县市合并后，台南市政府针对老旧工业区进行更新活化，6年下来，中央及台南市政府共投入3.15亿经费。从这几年的这个改善的结果，其实我们改善了包括所谓的嘉里工业区啦、安定啦、宝安工业区啦。那个还有所谓斜甲工业区等等，我们已经改善了15个工业区。那主要改善的项目其实是针对所谓的道路啦、排水的相关设施来去改善哈。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哈，整个区域哈的排水也总算完成了，所以宝安工业区就脱离了水患。入来迄阵只规片拢田了，要路入来拢3米，上盖大3米路尔。你看，你转入来全部的路，可能应该拢到7、8米以上啊。这就是政府入来了后，全部整顿起来的些成果啊。活化改善后，在地厂商感触最深，连带也吸引外县市企业进驻设厂投资。更新了后，规个工业区，咱总有看这2、3档。包括这间，这是咱北部落来。这个也咧四个迄个立丰城遐全部已经拢起好啊。会使讲这工业区这边差不多拢100。传统的这些老旧工业区的更新之后，我们也创造了274家的新的投资案哈，那也将近90几亿的投资额，那无形中也创造了4000多个就业机会。咱讲的政府对阮山上工业区的照顾，一致棒的。汰旧更新同时，台南市政府亦启动星级工业区及七股工业区开发计划。那我们看到台南的这些工业区其实面临土地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跟市长报告以后，所以在101年就开始启动所谓的星级工业区的开发哈。这个工业区是一个全国首创的一个污水零排放的一个工业区哈。那目前我们包括填土跟公共工程都已经在施工当中哈。
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核准63家的厂商进驻哈。新集工业区位处安南区及安定区交界，临近台17甲线，可连接国道8号新集交流道及衔接国道1号及国道3号，交通相当便捷。加上公共设施完善，土地一标售即获厂商青睐。另外，七股工业区经过环评、用地变更等审查，在106年4月获内政部同意开发。那我们希望在今年能够完成相关的作为哈。那在107年，我们希望开始能够针对土地的取得，以及实质开发的部分来开始启动。那未来这个七股工业区是比较一个乡村型以及沿海相关的食品加工的产业。那我们希望透过七股工业区的这样的开发，能够带动我们台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也能够增加这个沿海地区的就业机会。工业区为台南经济发展重要基础，良好投资环境不仅吸引企业厂商进驻投资，增加产业竞争力，也为台南经济注入活水。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府经发局甲台南的文创旅店，邀请当年伫日本的画家，伫店内展出一个有关日本京都的画作。而今仔日也是该旅店首度进军餐饮业、餐厅开幕的日子。现在带大家做伙来看卖。以着顶级建材甲高雅建筑品味为主的文创旅馆，这届首度进军餐饮业，开了因伫台南第一间的早午餐店。以健康新鲜的食材为主要的卖点，今日正式开幕，也邀请民众前来试滋味。那我们呢，餐饮的特色全面100%就是用意大利纯橄榄油。那我们坚持不用化学腌制的东西，那包含我们也不用果糖，每天主厨都是新鲜用红糖跟蔗糖亲自去熬煮的。那在总公司商业楼建筑，从7月1999年到现在了，一直走的是客制化豪宅的路线。那么我们也希望在餐饮的品牌，在整个延展也有2间的旅馆、5家的民宿，那希望提供给更多的旅客回家的感觉。开幕这一天，业者也甲经发局合作，媒合了伫咧日本东京生活了10冬的画家 Vika， 将伊的画作刷到台南来展出。自细汉就伫咧画室学画图的 Vika， 成长的过程一直无放弃画图。伊也希望伊家己的艺术作品会当互观赏的人感觉到祥和甲温馨的感觉。那我一直以来最主要的想法是，我觉得说艺术是可以让人幸福的，所以我的画作最主要是传达幸福的感觉。我希望看到我画作的人都会觉得很幸福，然后很温馨，然后可以有放松的感觉，这样子。该展览将伫咧即日起，踮三道门文创旅店进行1礼拜展出。同时，画家米家也将要开始进行一连串有关台南的创作，并预计伫咧11月份踮京都举行画展，透过画作要向日本的民众介绍古都台南的水。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有240档丽水金表品牌，看准台南的消费力。这回甲台南知名金表行合作，推出名年回顾的特典，当中会当看到每一档全球限量杂技，价值1000万的款式，已经是手表当中的艺术品，让人大开眼界。
手表除了追求精准不断创新，同时爱符合爱表人士的生活甲尊贵的价值。现在伫拥有240档历史的精表品牌特点当中，出现一款双陀飞轮的工艺创机，一档产量无超过10支，市价高达1300多万。不管造型或者是美学的设计，已经是雕像艺术品，使人赞叹。它是全球首发双旋转陀飞轮，拥有公转自转的一个功能。因为2个陀飞轮它的一个机制装置呢是非常讲求准时的。那1个陀飞轮已经非常准时，我们拥有双旋转陀飞轮，它是完全是用9大行星的一个轨道的一个运转的模式来去呈现这个作品。这个代表的宝鸡呢，这个品牌它是针对机械复杂功能非常有创意，在2个旋转陀飞轮当中呢，它有插数去做横动，所以可以让所有的实际能够更准时。但是当然要看到它的所有 gill shape， 就是它的基颗立体的雕签的一个技术，完全是手工去做呈现。背后的表面呢，还有一个9大行星的一个运转的模式，可以感受到一个星空跟奥妙，以及最重要是艺术品的一个复杂机械机芯的呈现。虽然现在手机搭配智慧型手表这么普遍，不过精表市场犹原无受影响，特别是顶级的消费族群，同款愿意开大钱来购买甚至收藏。除了物件少得稀罕的观念，更已经是将机械手表当作传家宝、世代相传的价值。因为3C 科技的发达，所以很多的消费者都会质疑说，这样3C 的表款出来之后，会不会对我们这种比较着重在工艺跟机械技术上面的这个腕表有所影响？但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客源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表款都是手工打造，那我们着重的是一个机械机芯的部分，它本身有一个传承的这个作用。那像一般的3C 商品，因为就像 fashion 一样，它出的时间非常的快，所以它基本上就少了一个能够作为传承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对真正所谓的这些高端的腕表收藏家来说，基本上他们会需要的是像宝玑这样子，拥有它的历史，然后它能够有传承的作用，然后它的这个工艺跟技术的部分都是非常顶级的，所以是所谓的这个腕表的收藏家会希望收藏的作品。每一档年底伫瑞士巴塞尔手表展览当中，该品牌才要发表精品，这回先来到台南，完整展出到8月31号，要甲所有收藏家或是介意手表的民众分享，机会相当难得。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避免抗药性，因此需要研发更加强的抗生素来治疗类似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款恶质的细菌。所以现在病院甲民团大学合作，成功宣布已经成功开发出用紫光动力来杀死细菌的技术，嘛希望伫当半以后上市来做给患者。根据新来病院配药科主任王德华表示，其实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存在人体各部位拢有，一旦咱的抵抗力较歹，就真容易感染皮肤，甚至侵入血液当中，有相当危险。也被医界叫做超级恶质的细菌。葡萄球菌它是人体最常见的一种菌。那在我们皮肤上面呢，还有这个鼻孔啊，这个很常见的一个菌。那这个菌危险的地方是说，已经发展出很多的抗药性的菌。那抗药性的菌就是可能会做成说没有药物可以治疗，所以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细菌感染，也是最常见的细菌感染。是面对这款细菌的演化、抗药性的产生，加上新药开发，拢需要超过10档到10亿美金的投资，根本袂赴应付。所以现在病院甲民团大学合作，上午宣布因已经成功开发出紫光动力的技术，用简单可行并且安全的维他命 B2 来运用伫杀菌的诊断治疗。我们最常见的蜂窝性组织炎。那这个菌就是最常见的一种。那从皮肤，然后假定病人的状况，像癌症的病人、老人家，那很容易就跑到血液，那就变成败血症，这可能会死亡。是。这个抗药性的菌就是要开发出更强的抗生素。可是细菌呢就很聪明，它要活下来，它就会发展出更强的抗药性。
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说找一个不是抗生素的治疗。所以我们现在发展出一个用光来杀菌的方法。虽然过去运用光动力疗法，心内病已经有进口药剂，甚至乎需要积极的糖尿病人得到改善，但因为药物加光疗拢真贵，所以才需要加国内厂商合作，希望伫1年半以内会当顺利上市来做好民众。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好天，有时多云，温度29度到33度。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8月18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